歡迎來到熱那亞，歡迎來到這座城市最優雅的中心——加里波第大街，昔日名為新街。這條街建於16世紀下半葉，是歐洲文藝復興城市規劃最傑出的典範之一。當年，熱那亞最顯赫的貴族家族在這裡建造了華麗宮殿，接待國王、親王和各國使節。這些建築築於著名的羅利宮殿群，如今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。漫步街頭，精美的立面、幽靜的庭院和宏偉的樓梯令人讚嘆。其中最著名的有紅宮、白宮和圖爾西宮，後者現為熱那亞市政府所在地。加里波第大街不僅是一條街道，更是一段穿越歷史的旅程，也是熱那亞共和國輝煌歷史的象徵。